人哋一陣古風 feel 嘅。呢個盒係切合小巧而風物，盒面無縫。莫非係暗器盒？當年成名群雄色變，號稱武林至寶，傳聞盒中有8種暗器，今日竟然市井隨意販賣。哇，佢着得好認真啊！等，嗰盒係咩啊？包得咁靚仔，仲咁樣捉嚟啊！哇死啦，周圍啲人仲要啤住，好尷尬啊！呢個盒上面寫住0.01，果然真係暗器，此精細程度肉眼難以追蹤，非常適合夜晚嘅暗沉，尤其用於野外之。有種野外，雖然聽唔清楚講咩，但係啱啱話野外，女生都一表人才，估唔到玩到咁癲啊！盒上面仲寫住增加持久，原來如此，唔止體積細，仲有持久嘅毒性，不愧為武林至寶，但未知毒性實際上可以維持幾耐。借問姑娘，可以用12個時辰嗎12個時辰，係你要用12個時辰，真係有人可以用咁耐啊！地區都大㗎嘛。但係暗器講求輕功，未知是否符合我嘅輕功身法呢？姑娘，最好能夠現場試用一下。加咗現場試用，係驚咁樣邀請人啦，屌黐線啊！但你都係帶返屋企用啦。姑娘有理，畢竟武器之物不可勝仗，咁我欲購10盒，翻去上一次門下弟子，以備他日征戰。咁我祝你哋戰無不勝啦！